手把手，祷告手。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，也要顾别人的事。我们当以基督的心为心。我曾经只顾自己的玩自己的事，而忘记了其实有人很需要我。譬如说，宗贤哥最近其实他常常在家，他其实很忧郁，因为很不习惯。但我有时候要服侍，我会觉得我的服侍很重要。但有时候真的，宗贤哥也是我服侍的对象，所以我决定每一天晚上，不管如何，如果可以，我会回去跟他一起祷告，好不好？我们今天来分享一件事，以基督的心为心，美好的经验。我们也来带导一件事哦，以基督的心为心很难，我现在很需要上帝来带领我，好不好？我们全家分享一件事，当我去顾别人的事的时候，不只顾自己事情的时候，我们全家都蒙福的经验哦。手牵手，祈祷的手。